珠海24.5萬買3個車位，仲送埋3個充電樁，有冇咁大個蛤乸隨街跳啊？大家好，我係珠海兵哥。到底乜 call 你買3個車位送埋3個充電樁，而且回報率18%呢？我一齊嚟睇下喺珠海呢個位置建發嘅樓盤嗱，買車位1、2、3，你有冇睇錯？3個車位，3個充電樁，而且免費幫你裝好，裝個充電樁差唔多都成萬蚊啦。咁呢，你可以即刻幫你出租，即刻簽合同，每個月收租呢係450蚊，1年就5400。咁呢，充電樁嘅收益呢，你係業主，你再收80%，幫你運營嘅呢只收20%啊。呢個車位呢係24.5萬，未講晒，仲送埋兩地車牌俾你。你冇聽錯，24.5萬買3個車位，送充電樁，送兩地車牌。嗱，我哋可以睇得到，真係夠筍啊！大概係5到8年呢就可以翻本24萬幾。兵哥呢帶大家睇下上面呢個小區嘅樓上嘅綠化同埋小區周邊，咁我哋上去睇下。